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前台北市长郭文地一审谈判17档，剃断公权6档，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号召支持者3月29日召开的讨公道。行政院经贸办公室的副总谈判代表杨慧新传出进前有受到霸凌，行政已经委托外部委员进行调查。南投民间乡的乡亲早起到行政抗议，要求各县市卖提供土地。南投埔里嘛传出讲要起掩埋场，4万的人连署反对。来看金华城案，昨一审宣判，郭文地是被判17档的有期徒刑，剃断公权6档；殷晓培被判15档哦，陈庆金是判10档。郭文地昨暗嘛开国际记者会，伊是批评司法，假做是打压在野党的工具。有记者问到徐春英的事件，民众党敢是互中共渗透了？郭文地是非常的生气，佮转倒啊讲，民进党才是共匪。这场审判还不是结束，赖清德，我绝对不会投降。赖清德，我不会屈服的。面对金华城案一审，予人判17档，剃断公权6档。前台北市长郭文地26暗时开国际记者会，亲身出面回应问题。伊先批评精彩的听书完全无证据的基础，甚至充满政治性的想法，而且也指控执政党利用司法公权力，想要对在野的阵营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要求司法体系应该爱转来到听书正义，毋是政治势力的工具。司法不可以是政治工具。更重要的是，司法不可以是有权力的执政者打压在野党的工具。所以，司法应当遵守程序正义，司法应该以证据为基础来办案，而不是以编故事的方法来定罪。逃生案件已经进入法庭的攻防，郭文地也是强调，伊对家己的操守将有信心。这场记者会先由郭文地3个辩护律师说明对审判的结果的看法。郭文地是照文稿咧讲话，讲家己无道理也无贪污，佮较对总统赖清德讲明态度大正硬，表示家己会堪得考验。我没有图利，没有贪污，我非常坦荡，我自己晓得。面对媒体问到民众党受到中国渗透的看法的时，郭文地真激动，转倒啊大声讲，讲民进党才是共匪。到现在为止，抓到的共谍是陆配比较多，还是民进党的党工比较多？民进党才是共匪。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指控这场审判是先下钱才违背的政治判决，呼吁支持者29去凯道游行，追求司法正义。同款是金华城案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培，甲维景集团主席沈庆京，一个予人判15档6个月，一个判10档，2个人拢予人加保3000万。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在想办法帮妈妈筹钱。沈庆京暗时10点装到钱，赶伫12点进前完成交保的听书。当时发声明对判决的结果感觉真遗憾，也毋过应晓培查某囝还阁咧装钱，所以伫地院过暝。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北市长郭文地一审红谈判17档，嘛剃断公权6档。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是号召支持者3月29日上凯道来讨公道，因为一审判决刑度超过10档，照目前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的规定，郭文地恐惊是无法度参加2028年的总统大选。也毋过，内政部长刘世芳是表示讲，判刑定验，才一世人袂当参选。到后一届总统参选登记进前，若发现有无共的判决，内政部会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地一审判决出来，重判17档，剃断公权6档，专案还过当上诉。不过郭文地强调，家己无道理，嘛袂乌西。金华城案早就已经变作是写好的政治剧本，伫咧收刷。民众党是正式发出全国动员令，招支持者伫咧3月29这天去凯达格兰大道做回抗议。台湾民众党全国总动员，329上凯道讨公道。我们要讨的不是柯文哲一个人的公道，我们要讨的是台湾司法制度应该有的公平正义。中国国台办说是甲郭文地这个案件乌烟，批评大政府是操弄司法，压迫无共的政治立场，实行绿色恐怖。陆委会嘛强势回应：中国大陆是一个集权专制的政权，他们没有资格对台湾
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因为一审判决刑度超过10档，外界判断郭文哲已经甲2028总统大选无缘啊。内政部长刘世峰表示，定案这是一世人拢袂使参选，一直到后一摆正副总统登记参选进前，若是法院有无同的判决，内政部拢会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按照我们的总统副总统的选罢法，如果贪污治罪条例有确定是10年以上，要最后定验的时候呢，才是终身不得参选。但是目前为止呢，这个还没有发生。郭文哲起用谈判了后，暗时嘛去前国民党立委蔡正元因兜，因为蔡正元涉嫌3重案，起用判3年6个月定案。27去台北地检署这篇科报道，馆长陈之汉嘛到场応演。蔡正元表示，会用灿烂的笑容迎接所有政治敌人的打压，希望大家会当斗阵拍拼，互那白合会当执政一摆，这是伊最后的政治心愿。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彰化县的前县议员江欣一方写诈领助理费487万哦，已经收押3个月了。彰化地检署暂时以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来提起公诉。伊嘛已经和民进党提名要参选县议员，敢会当继续参选呢？县党部是表示讲会交予中央党部的仲裁委员会来决定。彰化县前议员江欣一方去年底因为涉嫌伫境内诈领助理费，互人收押。经过3个月调查，彰化地检署依照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针对江欣一方甲助理等人提起公诉。本署侦办前县议员担任彰化县第17到19届议员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上机会，以不实申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补助费共487万多元。经检察官侦查终结，以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提起公诉。检方调查指出，江欣一方为2010年到2022年担任议员期间，涉嫌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487万外元，用伫私人甲办公室的开销。检方表示，江欣一方已经认罪，求刑9年6个月，申请褫夺公权、没收犯罪所得。其他4位被告求刑3年7个月加5年的有期徒刑。江欣一方伫收押期间得到民进党提名参选议员，彰化党部表示已经送中央党部廉政会处理。伊之前县党部有提名伊，所以讲即马爱由咱迄个中央党部的仲裁委员会来决定啦。最后决定权嘛是伫仲裁委员会。民进党彰化县党部强调，任何违法的行为拢爱接受法律的制裁。目前江欣一方防起诉这案已经送中央党部廉政会议处，会依照议处结果来处理。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来看总统赖清德 AIT 的处长郭立言，昨暗时出席台美商会春酒。郭立言伫个致辞的时，搁再呼吁朝野应该赶紧通过国防特别条例。也毋过，昨立法院虽然完成军购特别条例审查，也毋过大部分的条文拢保留，要搁交朝野协商。国防部嘛表示讲，有部分军购的法计师付款的到期日就伫后礼拜1咯。国防部嘛讲，有向美方来争取延期，也毋过恐惊有困难。总统赖清德 AIT 处长郭立言甲台中市长罗秀燕26暗拢参加台美商会成年饭。郭立言致辞时阵，期待台湾继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甲国防支出提悬到 GDP 的5%，希望朝野化解分歧，赶紧通过国防特别预算。We encourage all parties in Taiwan's legislature to work through political differences and quickly pass a special defense budget that demonstrates Taiwan's commitment to its self-defense by funding the acquisition of critical defense capabilities. 因为立法院委员会这礼拜连续3天审查军购特别条例，不过对采购项目的名称、总金额等相关条文，朝野拢无强调。只敢通过3个版本共同的第2条，主管机关是国防部，加国民党团版本第3条的军购采购加相关建构计划。应该依照相关法令办理，一共1条附带决议，其他拢保留交付党团协商，其中包括南向美国进口的82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法技师付款上尾日期38到期，想要延期敢若有困难。我们跟美国安和局 DSCA 有洽过，他们好像还是压得很死很紧。那我想我们已经责成战规司再继续跟他们去联络，看能不能稍微再给我们一点展延的时间。现在问题是预算并没有过，那条例也没有过，事实上没有根据的，没有依据付款，所以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我们可能还要再商量一下。
技术监讲，国防部会继续加调整立委说明整体预算编列的逻辑思维，所提出的7项采购项目，拢是对敌情加防卫作战提出的规划。我们是有诚意共商解决的方案，但如果就是各方到了最后在协商的场合，还是只是表述立场，完全看不出任何让步妥协的迹象的话，那可能这1个月的时间就要原地踏步嘛。伪制、商购、军购，老实说一个都不能少，只要少了一部分，那对台湾、对国防的影响就是非常的负面。因为案件将会进入1个月冷冻期，若是这段期间无法度达成结论，上近4个月送议会表决处理。受过外交国防委员会纳入立委拢讲，希望加强沟通，找出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经贸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过身哦，有风声讲，伊伫在生的时，伫工课场受到霸凌。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强调讲，已经委托外部委员来进行调查，会来理清事实。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今仔讲到这个战友哦，后日嘛真感，嘛强调讲，行政院有责任得爱调查。我们在这个总结性会议上面持续的去争取。推动台美关税谈判重要的成员之一颜慧欣，去年9月因为身体健康的问题请假，今年3月12日破病过世。行政院也协办颜慧欣一等公职的奖章，予以相关的肯定。不过也传出伊在生时伫工课场防霸凌，行政院长杜英泰强调，爱互家属了解，已经由外聘的委员调查。这一次特例由所有关于指导霸凌调查的委员当中，全数由外聘的委员来担任这样的工作。我们必须做出清楚的调查，向社会最重要的是向严大使及其家属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因那带领对美国关税谈判团队的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讲到，战友颜慧欣是后更低。对不起啊，一想到他我就非常的难过跟不舍。针对谈判的过程，敢有感受到颜慧欣防以孤立的方式霸凌，陈立军回应无受到欢迎。我跟慧欣比较多是在会议中参与会议上面的讨论互动，他没有跟我个别来表达他在经贸办公室里面的工作的情况。杜英泰表示，颜慧欣伫今年过年连假以传真感谢的方式送辞一个批。颜慧欣伫批内底讲到，若准身体有变好，愿意搁再为国家服务。伊也希望颜慧欣好转转了后，赶紧转来伊的工课，想袂到听到不幸的消息。如果说真的是查到有霸凌的这个行为的话，也不要因为施暴者这个霸凌者他有什么特殊的背景而不去处理。在职场上，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有相关的法规范可以保障每一个人的权益。我们也希望后续的调查还有讨论可以回归到事实的真相。立委做会呼吁，要赶紧把这件代志调查清楚，互家属一个交代，也要甲社会大众说明这件代志敢会冲击到对外谈判的战略。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今仔公布3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是62.3点，其中投资股市的信心力上济，是3冬来的上低。执行长嘛表示讲，最近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看法较保守。嘛因为咱台湾真侪能源拢是靠进口的，所以通货膨胀的压力嘛真大。美国甲以色列拍伊朗的战争，到今已经第4礼拜啊。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致使全球的油价大起，台湾嘛受到影响。中央大学财经中心日前公布3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总数62.3点，比顶个月降4.28点。学者嘛指出，若塑胶制品、橡胶树、天然气，抑个肥料等等的进口，民生和产业拢会受到冲击。行政院说，4月的民生用的天然气、苯高马斯它价格不调整，然后肥料价格也动涨，那它会密切的监控塑料的这些的价格。但是迟早可能，当这些价格在继续往上飙的时候，可能就会反映到我们民生的电价或者是能源使用的价格哦。这个月消费者信心指数6项指标，包括物价水准、国内经济景气，拢是跌落去的。专家指出，这回的调查结果是5个月以来上低的，其中降低的幅度上大，都是股市信心，创3年2个月以来上低。财经中心提醒，国际能源价小悬，台湾物价压力特大。因过拄到能源危机要起价的时，政府应用的出手打动，不过通膨敢若是较晚发生尔。我们在2022年的经验也看到了，你当时的动涨
它并不是完全解除通膨的压力哦。我们在2022年当然通膨的这个情况是比较缓和下来，但是呢，它当时也造成了台电严重的亏损嘛，所以接下来几年，2023年、24年、25年，台电就一路的涨价。台经中心表示，台湾95%以上的能源拢靠进口，所以国际通膨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拢需要能源都会受到真大影响。专家提醒，未来影响的关键，也是移动对航母海峡通行权的控制，呼吁政府要赶紧想好因应对策。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来看台北市卫生局第24号通报疾管署，讲有一间诊所发现有一档 GSK 葛兰素药厂的流感疫苗，看起来有白白个落落。消署调查发现，讲这是不良品哦，嘛回收共配合2000多档的疫苗。已经通知14个县市的卫生局封存回收该批剩余的疫苗，该批疫苗总共交货54万5280剂。在 NIS 系统上面剩余的量是2642剂，将全部停用、回收跟封存。疾管署表示，讲目前是还未接到其他的通报哦，也毋过哦，这配合的疫苗这资料有3件，大概都是60岁左右的人哦，是有出现副作用，也毋过即马这3个个案嘛，拢已经恢复健康了。再来看南投县政府按说要伫民间乡来起焚化炉，抗议是不断。今仔早起有反对的民众去行政院来抗议，因是呼吁讲行政院应该出面要求国有财产署来撤销半户地方政府的土地来解决问题。行政院嘛表示讲，爱民众互因一寡时间来做研究，才个正式来回复。来自南投民间的居民、甲农民、甲乌燕的团团，伫春水县花早起，前来行政院陈情，佮搬出大型混凝土林地道具，呼吁行政院甲在地斗相共，守护地美之乡的好山水。反焚化炉自救会指出，县府想要起焚化炉的土地是国有财产署移拨，即马探究地方的关键就伫行政院。非常期待行政院能够交代国产署，不要把这个1公顷多的土地呢，都给这个环保局，让南投县环保局没有可以使用的土地去开发焚化炉，这样才是正本清源之道，这样才能够拨乱反正。包括农业部长陈俊贵表达，要严格准则伫特定农业区的开发，无赞成凊彩变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嘛公开表达，国有土地移拨若无符合规定会取消，只是乡亲等，拢等无中央任何具体作为，敢若会当就办，甲陈情书甲地印做回送予行政院代表。县政府认为的最佳方案是。乡亲环团认为应该要排除的方案，长子不宜。当然南投县府还是要一意孤行。后续呢，需要一些相关机关的研议，还有法律的评估。那请大家来给我们一点时间，然后研议以后，我们会正式的回文给大家。下早啊，环团甲自救会代表嘛，伫立法院中兴大楼举行另外一场记者会，批评大概开会地方环保局拢在动员成百个警察，甲民众对立，互感觉危害，嘛不满这么赶安排伫农民农忙时开会。对此，环境部代表安大讲，警方嘛是在地人，相信袂有无好的作为，嘛认为开会时间符合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业者拍算要伫南投的埔里南港溪水头的水源地来开发废弃物掩埋场，地方是质疑讲会有污染哦。自救会即摆已经收到超过4万份的联署书了。目前哦，县政府是表示讲，搁会等业者来报警，才会来召开说明会。县政府嘛强调讲，会一定会依照规定来开宽评会做讨论。夺回掩埋场，守住水资源。众人发口号表达诉求，南投反对埔里设置废弃物坑台场大联盟，27早起宣布经过联署，已经收到4万多份的反对书，嘛表达地方坚持反对成立坑台场的立场。3月12号的时候，冲破40773人，我想这个数字可以让县政府有这个底气，可以来驳回厂商这个开发案。阮这公司按算伫南投埔里麒麟里水头保育区的所在，设置面积差不多24.62公顷的废弃物坑台场。
收一般废弃物甲一般事业废弃物。当地民众质疑讲，甲地点选伫咧埔里的水头，甲南港溪水头的集水区，对当地水资源甲农业可能造成真大的冲击。占真大部分的迄个做矿泉水拢伫咱埔里出嚟安尼，所以拄开始的时阵，人因农林公司嘛点点啊做，拢摆互咱知。距离咱的水源头1.5公里啦，真的伫大家伫足简单的思考的逻辑，就是讲咱所有的水是往低处流环府表示，第一阶段宽屏审查会的时阵，有要求业者爱伫咧3月15进前召开3场说明会，保证相关的资料。不过业者并无照片照行，嘛无主动提案。也要针对这个案子的开发的合理性跟必要性来做补充的说明，也必须要在3月15号以前来做补正。那允杰公司没有依照规定来做这样补正的程序，也没有召开相关的说明会议所以依照上次的会议结论，的确允杰公司没有符合我们这一次他应该要补正的内容。那县政府呢会依照程序来针对这个案子呢，会朝驳回的方式来执行。南投县环保局表示，目前业者并无任何的动作，按算4月份阁举行一届第一阶段的宽屏讨论，敢是要驳回这个申请案。到中昼结果为止，每一个公司暂时拢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透早3点外，嘉义市阿里山森林铁路的滨高道有一台轿车去弄到铁路的号志并车，警方到现场的时，车内一定无人咯。卖来调查讲来要求赔偿滨高道损害的设备，加载有无前的车帮是无受到影响。阿里山林铁的工作人员当来检查设备歹去的状况，现场唔但号志甲栏杆拢弄甲害去边仔路顶嘛拢断去。嘉义市的普东路第27暝尾3点半的时阵。发生轿车伫滨高道弄号志个并车意外，结果驾驶煞看无到人。接获110通报，至博东路处理交通事故，发现该起事故波及另一部停放路边汽车，该车肇事后驾驶人自行离去，涉嫌肇事逃逸。警方受理报案后，积极调阅监视器追查肇事者，并通知车主到案说明，以厘清肇事责任。意外发生了后，警方车调车要赶紧来开放现场的交通。肇事的车辆车头已经完全拢歹去。阿里山林铁分局处表示，现场滨高道歹去的设备，预估修理要52万块，加在无对林铁的车帮造成影响。博东路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阿里山林铁第15号平交道设备严重损坏，但并未影响路线及列车行驶。本处将洽商尽速修复平交道设备，并求偿相关损失。阿里山林铁分局处指出，歹去的设备有滨高道的栏杆、火车通行的号志甲感应器，所以这个滨高道暂时爱靠人工来指挥，暗算的是1礼拜的时间来完成现场设备修复的工作。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今仔早起9点外，代替新北市树林的山加站电力设备故障，往来树林甲莺歌火车停驶代替是派客运来接送旅客。代替公司是指出讲，包括树林那树林佮有山加佮莺歌拢有受到影响，所以有派车来接送伫11点半，西正线已经畅通了，代替嘛向旅客来回释咧。受影响的旅客一当来拢会当退票。该看有民意代表甲民间团体提案，要求讲应该比照美国的商用大货车客运业安全管理的计划，那驾驶有违规就要增加保费。行政院嘛已经同意，会针对高风险违规的驾驶来提悬保费。倒外的白色轿车，好雄雄弄过来，刷脚车弄一下，刷脚车嘛并车，双方驾驶拢受伤，大车肇事的代志是一直传出来。不过最侪拢是这个公司的名独立经营，或者是用聘请的驾驶。立委就讲，这个大车违规的罚款，恐惊已经予大型的物流业者看作是真俗的营运成本，就建议讲要甲违规的积分，还佫有企业的保险费连做伙，才当好好管理。产生事故的时候，它的理赔不仅是只有驾驶本身在理赔，应该是连同的车行、靠行、车行，政府来管理业者，业者来管理驾驶员，那这样子的一条龙的这个运用科技执法、科技管理。民意团体呼吁应该纳入风险附加的概念，嘛建议讲要甲营业大货车的经济商业险的这个限，会当提悬起1000万。经过回应，行政院调案汇报已经同意，风险较悬的违规驾驶行为，
会提关法律等级，接落来会下部会进行法制作业。接下来就是要跟交通部来这边讨论一下，到底违反哪些道交条例是属于高风险的范围。我们在运管规则第19条就特别强调说，运输业要负人车的管理责任。交通部强调，接落来会进行后续的法制作业。不过目前车队车行嘛以即马就有的管理手段来要求业者。记者综合报道。饲幼动狗的爱心人士敢爱担主人的责任呢？有民间团体是诉求讲，那登记有的饲的人唔免负责，就是爱一般人家己来承担风险。所以望讲农业部应该说明好清楚。动保团体嘛按算讲下晡要去农业部来提出无共款的主张。顶一日彰化有一个76岁阿嬷在做事，说服3只狗仔夹规身躯，超过200外打着伤。打也引起民团质疑，若无主人的龙洞狗甲人攻击，责任要算谁的？甚至嘛有人登记咧饲龙洞狗，说狗仔组织造成肉车甲人甲几多人搏倒的事故。他只要说他为了让，他不是他的狗，那他就可以免除一切的责任，那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其实应该是要去做这个从宽的饲主认定，对于饲主责任的认定依然是相当的不足。台湾近5年来，每年都会有2500件到3000件左右因撞击动物而致人受伤的交通事故。民团拜五伫立法院开记者会，提出3项诉求：登记饲龙洞动物的人爱负责任，若无认定出代志，农业部就爱赔。另外，嘛要求加编列预算处理龙洞动物造成的生态损失，唔通互无辜的民众承担风险。一部分的人持续的喂养，然后扩大游荡动物的一个族群，然后另外一部分的风险，它所造成的风险跟后果，却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的。不过，嘛有反对的动保团体认为，做志工救龙洞鸟狗，说互人认定爱处罚是好心互雷针。拜五下晡会组织伫农业部的头前，要求把责任的归属讲互清楚。记者吴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1月初和美军押到美国，将近3个月了。昨午是搁在纽约出庭，伊讲伊家己是政府，针对毒品恐怖主义等指控，拢无要认罪。佮讲政府甲伊家己是拢无钱贪腐诉讼的费用，望讲会当来撤销这案件。也毋过法官是强调讲，无可能安尼就撤案。委内瑞拉的前总统马杜罗年初伫美军的突袭行动轰掠，送去美国，防指控包含是毒品恐怖主义的共谋，有机关枪甲毁灭性装置，也佮有走私 cocaine 等等的罪名。马杜罗封关伫布鲁克林的监狱，共要3个月。伊拉伫纽约联邦法院第2届出庭，马杜罗挂目镜甲翻译的耳机，头暗做笔记，有时阵甲律师讲话。面对指控，伊全程笑眯眯，只讲伊无罪。伫庭上也坚称伊家己的身份是战俘。也那马杜罗的支持者是组织伫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的广场，要求美国政府随甲马杜罗翁仔某放回来，批评美国干涉委内瑞拉的内政。Y que en cada plaza de Venezuela hoy, no para hacer eco de lo que es un juicio que en su origen es ilegítimo e ilegal, no, es para aprovechar el momento de hoy que va a tener audiencia el presidente para elevar la voz de la verdad, para que el pueblo de Venezuela levante su voz por la verdad, la justicia y la paz, que nos dejen construir nuestro propio modelo en paz. Y que nosotros no somos ningunos criminales. 面对马杜罗的指控，美国总统川普是甲媒体讲，这几届的开庭，敢若是马杜罗罪行的一丝丝啊，尔。因那司法部门当咧追加对马杜罗的诉讼，川普强调马杜罗会面对的法律制裁会小煞来，毋过无讲具体罪名。He's now been captured and, I guess be given a fair trial. But I would imagine there are other trials coming because they've really sued him just in a fraction of the kind of things that he's done. Other cases are going to be brought, as you probably know.
日落定审的重点之一是马杜罗的辩护费用。马杜罗甲伊牵手向法官申请撤销指控，理由是美国政府冻结未来瑞拉的公共资金，害伊无法度拿几的私人律师费，也违反美国宪法第6修正案，予被告有选律师的权利。不过检方强调，美国对2019年开始无承认马杜罗是合法的总统，为着国家安全甲制裁政策，袂当允准伊动用未来瑞拉的资金。目前法官也未排好后届开庭的日期，不过上由案针对法律的细节咧辩论，这桩案件毋那是单纯的刑事诉讼，佮牵连美国甲未来瑞拉的政治问题。公司新闻深度报编译。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攻击伊朗能源设施的计划要先延后10日，望讲这段时间谈判会当有结果。另外，川普嘛公布讲，伊朗要开放10只油船通过荷姆兹海峡。川普是讲哦，这是伊朗面对谈判典型的诚意。代志正顺利，且互即句话传出去。我宣布对伊朗能源厂摧毁的计划延后10天，直至到4月6拜一美东时间暗时8点。这是美国总统 Trump 伫真实社群新的文章。无偌久之前，伊伫内阁会议时，互记者问到相关的问题。I don't know yet. I don't know. Mr. Witkoff and JD and Jared will tell me whether or not they think it's going along, and if it's not going along, maybe not. And川普要威胁除去荷姆兹海峡重新开放，若无伊会对后礼拜一，也就是30开始攻击伊朗的能源厂。伊也表示，甲时间延后是为着达成协议。伫川普宣布这项消息之前，美国股市大落，油价大起，华尔街搁再犹豫伊朗的战争敢会当结束。标普500指数跌1.7%，创下1月以来股市日上大的幅度。目前要是连续第5礼拜跌价啊。伫会谈之前，川普捌讲伊朗真希望会当达成协议。针对美方表示已经甲伊朗接触，伊朗外交部否认，而且口说川普是因为惊互人报复才救去。可用媒体也强调无甲美国会谈。另外，川普也讲到伊朗当咧互10只油船通过荷姆兹海峡，也就是伊进前所讲的伊朗送来的甲油气相关的大礼物。伊朗这个动作明显是为着伫谈判当中展现诚意。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中东战争拍要1个月咯，已经拍超过4天的俄乌战争哦，嘛阁还未收煞。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表示讲，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美国总统川普是爱乌克兰甲乌东的顿巴斯地区挂予罗西亚，美国则要继续提供乌克兰安全保障。这场二战以后欧洲上血腥的冲突已经拍4年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5甲路透社讲，美国讲会提供乌克兰和平协议了后的安全保障，不过条件是基辅就要甲乌东顿巴斯地区挂入予罗西亚。Американці готові на те, щоб фіналізувати ці гарантії на високому рівні, коли Україна буде готова вийти з Донбасу. На мій погляд, атмосфера, побудована росій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в діалозі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泽伦斯基警告，这次顿巴斯并不是明知封锁，那是错误，而且无道德，更加会危害欧洲的安全。Я ж не коробка цукерок, так і не автомобіль, щоб подобатись або не подобатись тій чи іншій людині. Важливо, щоб я підходив нашому народу і виконував свої обов'язки. Тому я вважаю, що вихід зі сход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 це високий ризик для України, для Європи. І в кінці кінців невдалий мир – це великі ризики для Трампа і його команди. 泽伦斯基讲，受到美伊冲突影响，本来交付数量就比乌克兰需求较少的爱国者飞大，怎么也拄到供应中断的危机。不过乌克兰会继续反击罗西亚每一边的打击。伊也讲，罗西亚正利用伊朗对美国进行勒索。У мене є довідки нашої розвідки. Росія це робить і каже, я не буду Ірану передавати розвіддані, якщо Америка припинить передавати розвіддані Україні. Чи це не шантаж? Безумовно. 公司新闻网络媒编译。国际奥委会昨宣布讲，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要禁止跨性别女性参加女性项目的比赛，嘛要求所有的女性运动员拢要接受基因的检测来确定性别。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肯定。2018年美国洛杉矶奥运的准备工作当咧赶紧进行的时阵，国际奥运委员会有一项重大宣布。
Today, we,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ave published a policy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female category. IOC 表示，互身体男性参加女子组的比赛是无公平。所摆为2018年的洛杉矶奥运开始，参加女子组比赛女性运动员，拢必须爱做 PCR 或者是抽血检本的基因体检。过去 IOC 只是互运动总会指引，只要一段时间内，让负数的浓度伫一定标准之下，女性运动员就会当参加女性项目。奥运史上，简单一位纽西兰的亚籍人选手符合这项标准，以跨性别身份参加2021年的东京奥运。The scientific evidence is very clear. Male chromosomes give performance advantages in sports that rely on strength, power, or endurance. At the Olympic Games, even the smallest margins can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victory and defeat. 去年3月就任的国际奥运会头一个女性主席郭芬德里表示 ，IOC 简单的体检一遍，结果一世人拢有效，只要有 SRY 基因的女性运动员，拢无符合奥委会女性项目标准。Every athlete must be treated with dignity and respect, and athletes will only need to be screened once in their lifetime. 这项宣布得到美国白宫甲总统川普的讹热，川普伫真实社群顶铺文家己报，讲这参与发布的行政命令有关系。不过，美国妇女法律中心无认同 IOC 的新政策，嘛有相信青年团体指出性别检测侵犯所有女性的隐私。不过，不管安怎，2028年会是奥运史上的分水岭，实际影响是安怎，简单当交互时间验证。公司新闻王如明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国家卫生研究院113年发现讲，会传染天狗类花卡蠓蛾出现伫云林的北港，消毒单外114年底，阁有虫卵哦。卫生局是呼吁讲，民众着爱注重环境的卫生。积水容器。卫生局若发现内底有水，随甲水倒掉，要避免炭病蠓生炭。国家卫生研究院2024年监测发现，天狗这个炭病蠓埃及斑蠓头一届出现伫云林北港。今年云林县卫生局提前部署，加强巡检。孔雀鱼或石纹鱼，那有些住户他们会忽略掉，就是说他们的鱼死掉了，然后他自己不知道，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决绝的一个繁殖，对，一个积水容器。那个什么该清的、该倒的都会那个特别注意这样。云林县卫生局表示，今年1月、2月全县20乡镇巡检，这水的容器728件，有14件验出炭病原，加在唔是天狗这个炭病蠓，不过以北港7件上济。因应刷落来4月份进入马祖进香期，北港会来真侪香客，会继续加强到徛街宣导。天气渐渐热，伴随着阵雨的发生，这是蚊虫滋生的季节。防治登革热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不要养蚊子。因此落实这个巡倒清刷，请乡亲们大家记得每周巡视住家的环境，把积水倒掉。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统计，今年全国目前累积的天狗这个案例计共28例，拢是境外来的。不过云林县卫生局强调，刷落来天气变热，加上黄霜啊雨季要来，高温湿淡的环境咬生炭蠓仔。虽然今年国内也未有天狗这个本土案例，有关爱提悬警告。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卫生福利部推动长照3.0合作休产服务试办计划，家庭照顾者会当甲专业的服务员来配合，无共家庭当来轮流照顾，嘛，互规个社区会当互相来斗3工。 54岁周先生和空手一家伙仔轮流照顾79岁失智症的妈妈。拜一到拜五，妈妈去用送去日照中心。不过，若到拜六礼拜就要家己顾。但是，若是拄到拜六礼拜有代志，就真麻烦。加在因参加卫福部互助休产计划，现在已经有家己的时间啦。以前如果周六就是没有这些活动的时候，我必须在家里面盯着我妈，就是大眼瞪小眼，脾气都上来了。对，有一个活动之后，然后就是可以减少这些。 压力。合作休产试办计划是卫福部为着长照3.0试办的计划，主要是伫拜六礼拜使用日照中心的空间，由一个照护员加上一个家庭照顾者来照顾时段。若是4位时段，就是一个家庭照顾者；顾至8位时段，就需要2位家庭照顾者。一个日照中心上济收12位时段，一寡家庭照顾者会当轮流排班，互相斗3工，相对减轻真侪压力。让我们现在非常辛苦的。 家庭照顾者，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可以有一个喘息的时间。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在全世界哈，我根据我个人的研究，这恐怕也是第一个。费用其实是相较于现在来讲，一般户你一天只要200元，半天就是100元，低收入跟中低收入是免费的部分，所以真的非常鼓励家庭照顾者善用这样的一个服务模式。卫福部表示，目前全国拢总有16个县市、50个服务据点，家庭照顾者会当到互助哮喘服务平台注册登记，只要预约地当和别个家庭共同来分担照顾的重担。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新竹市政府宣布讲，今年开始要派医生去幼儿园帮囡仔来检查目睭，帮个会当提早发现囡仔目睭的问题，提早来治疗。医师嘛提醒讲，6岁之前是目睭发展的关键期，家长就要控制囡仔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看到灯光吗？好。手提专业机器，免接一对囡仔直接测量，免几秒钟，医生就当知影囡仔目睭敢有近视，也是其他问题。根据统计，新竹市3岁到6岁儿童人口占3.5%。为了守护儿童目睭健康，新竹市创下全国大省，请医生直接到学校替囡仔做视力健康检查。希望说能够来走早期的，为我们的这些小朋友们能够做这个视力的检查。那早期能够发现有异常，能够进行转介与追踪治疗。我想这在一个就是我们学童的一个视力的健康保健上面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一般其实很多小朋友，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他的屈光状态差异很大，所以不容易确定。都做一次初步的筛检，让家长可以第一次知道我的小朋友的屈光状态。医生指出，6岁进前是目睭真重要发展期，若是当量早发现问题，对治疗效果会有真大的帮助。是小朋友应该要让在他上小学1、2年级之前就要处理好，所以能够在幼稚园就处理，当然是最棒的。那对他以后的眼科的治疗的方针啊，可以有比较好的处理的结果。医生提醒家长，即马愈来愈多3C 产品对目睭还未发展完全的囡仔来讲，会造成真大的负担，所以一定要避免过度使用。平常嘛要透过定期检查来落实保护目睭的好习惯。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屏东有家长投诉讲，囡仔伫补习班食过期的豆花，囡仔是有反映，也有老师佮因讲甜的无要紧，家长是真不满哦。县政府卫生局佮教育处嘛去调查。他就不承认，直到我跟他说，我女儿把豆花带回来了，我可以拍照给你看。李小姐讲，囡仔3月18日补习班摕到14号到期的豆花，当场有甲老师讲，老师煞应讲甜的无要紧，想袂到过工19，囡仔竟然佮摕到同一批过期的豆花，因为唔敢食，就早转去厝摕互家长，引起家长非常不满，找警议员订正。因为孩子呢送到补习班去，其实就基于一个家长的信任，我认为孩子不是实验品，所以不应该任何来路不明的东西都不应该给孩子吃，更何况是过期的食物。他们自己也有说，他们冰箱是跟厨余，就是一般点心跟厨余是共用一个冰箱，然后厨余放在第3层，其他2层都放小朋友的点心。对，但是我觉得还蛮恶心的。李小姐讲，当下向补习班反映，补习班一开始讲无发豆花是恶谣，要无就是讲可能是囡仔摕唔到去。后来，甲过期的豆花翕互班主任看，佮去调监视器来看，补习班才承认是因的过失。班主任表示，因有向家长回示咧，以后会注意食品的日期，加强管理。其实我们第一时间都有解释，可是家长不接受，就是说我没有跟他道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逾有效日期，不得制造、加工、调配、包装、运送、储存、贩卖。违者依同法第44条规定，可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县府卫生局接到通报，嘛已经到补习班稽查，是无发现有过期的点心。针对喷水甲食品放做伙情形，有做行政调查，然后查到违规的状况，会依法开罚。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中东战争就有大起，苏加罗嘛起价，即马传出讲点仔价嘛无通买。台南某收业者讲，目前的库存是当用到4月初，虽然原物料无法度顺利来进口，台南市就无法度搁铺路了。台南市的干部局嘛表示讲，会先针对优先来针对上较重要路段先来施工。
台南市小东路对新台便衣到前锋路段的路边工程，透早咧赶工，伫完不了真欠的情形下，虽然才做到一半，干务局讲会全力完成，不过其他的路段都无遮尔顺利。干务局坦白讲，各县市其实目前拢面对淡仔加无够的问题，主要受国际局势和油品管控影响，业者嘛伫有钱无得买困境，恐惊工程暂时先停工。差不多撑到这一个礼拜就结束了，因为中油他们那边的政策就是说，现在可能他们供货会吃紧。那他说，现在也不一定我们会不会有货。说讲啊，奇怪，来多雄雄收了中文的一个文，意思就是讲无疾而终，没有给一个确切说我们什么时候啊突然就这个油就终止了，就停止供应了。这个对于他们要在公共工程的施工上也会完全的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清楚的交代嘛。针对淡仔加的基地，业者怀疑中央敢有人咧趁国难财，建议政府通介入调查。根据了解，淡仔加计销伫短短3礼拜内起码3成。业者反映，公共工程标案的施工费是固定的，这阵成本起，厂商根本无法度吸收价卡，地书包商就安尼停落来。那这阵中油积极咧找非中东地区的进口机会，唔望通解决欠料的困境。为了延长我们下游客户供应柏油的一个期程，我们不得不也通知我们的客户说，每月的一个销量要略为管控。那在管控之下，因为我们刚好有进口生产一批加计原有的库存量，我们预估可以供应到6月下旬。将配合沥青上游厂商调控，安排道路跑铺工程，且在道路安全考量。做好因应。面对原料供应真硬的状况，干务局回应，除了会重新安排工程的优先顺序，嘛讲会甲道路品质更好势，后续嘛加强施工现场的查验。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有保育团体长期追踪台湾东部海域的观察头哦，今仔公布调查报告指出，讲过去3冬来出海看海洋的船帮本地1成外是会当看到观察头，最近已经增加到3成外咯。这嘛显示讲东部外海开始是观察头真重要的生态地。这份资料嘛放伫国际平台，互大家来了解。花莲海岸的赏鲸团出航，一时就发现有观察头海洋伫边仔咧游，有当时佫会看到海底来来去去的情景，互民众是看到真欢喜。花莲当地海洋保育团体利用赏鲸团出航的机会，追踪东部海域观察头海洋的生态，发现3年来船帮驶出去看到观察头海洋的机会，为1成外加悬到3成。台湾可能会因为抹香鲸而被世界看见啊。那对内的话，我们也可以让抹香鲸成为我们的海洋生物资源，让国内更多人愿意到海上去，对内对外都有意义。保育团体表示，这个观察头海岸观测的计划，得到当地民间赏鲸团业者甲企业大力的支持。业者嘛希望会当尽社会企业的责任，记录故乡花莲的美好。大型鲸，它已经主动靠近我们的船只，甚至于在那里觅食，甚至于在那边求偶，这些东西都很好奇是为什么？它一定有很多的讯息跟原因，期待让科学家知道。捐这些船票给这些小朋友，尤其这些是要毕业的小朋友，让他们真的有机会自己出海去看自己的土地，尤其是从太平洋。为花莲来的企业支持这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调查，买船票予公益团体，予偏乡的学生嘛有机会看到这海洋生态的景致。保育团体嘛把这个重要的观测资料公开伫咧国际平台，加做国际应用的科学资料。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推动智慧公共便所，利用科技的设备来了解便所使用的状况哦。目前伫火车头、东大门、夜市啊等人济地点拢有装，那么做伙来了解。今入去花莲县环保局的便所，天棚顶头圆形的装置是人流感测器，另外4角的装置是臭味感测器。便所的空气品质若是落落去数值以下，就会发出警讯。厕所也进步了很多，因为我们尤其是1楼流量很大，因为经常会有开会。另外，包括卫生纸也无够，嘛会通知爱换新。像这款真巧的便所，就是花莲县环保局推动的智慧公共便所。目前伫咧花莲火车头、东大门夜市啊、七星潭公共便所拢有，民众大多数未发现，不过知影了后反应拢真好。公厕的推广最主要是不脏、不臭、不湿。那智慧型的公厕呢，它有3个主要的重点。第一个，我们有人流的感知器，我们有厕纸的感知器。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异味的感知器。 干净啊，没有异味啊。有这样的厕所对你们来讲使用上是很方便，又很舒服。OK。不过，嘛有一寡旅客感觉火车头的便所伤细间有意见。另外，当大门夜车的搭是怨叹讲便所集中伫咧一个所在，互距离较远的搭位是真无方便。不过，拢真满意智慧公共便所的品质。官府强调，若是试办袂歹，未来嘛伫咧其他的观光景点，也是公部门的公共便所装这款设备。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法国的米其林指南公布2026年上新的名单，阿尔卑斯山区的一间餐厅正说是今年唯一一个新的3星的总铺塞，那么做伙来评判。法国萨瓦省春天的早起，总铺塞阿岛照期间万上青的芳草，伊今年又得着青。1、2、3， 2026年米其林指南16公布，阿乐是今年全法国唯一新晋级的3星总铺塞。阿乐无论是修整欧尚路，或者是伫经过片砖塔，对互人叫做是萨瓦小苏式的尊稀番麦糕，佮有染满盐水甲红葱仔头的小龙虾塔，每一出菜拢真讲究，也甲在地食材发挥甲上贴地。Spaghetti qu'on a fait tout à l'heure, là, juste assaisonné, accru. Et puis un petit sabayon à la bergamote. Allez, c'est parti. 讲到萨瓦省，我家定定想到醋水场，也有起司火锅。不过阿乐甲伊的牵手，特别用当地山产甲海产保留乡土的滋味。Oui, bien sûr, on est en Savoie, mais la Savoie, ça n'est pas que des stations, ça n'est pas que la neige, le ski, les fondus et les raclettes. Il y a aussi ce terroir de la vallée, et nous, c'est ce à quoi on veut s'attacher à défendre. 阿乐摕到3粒青，互人感觉是乌干仔底豆油。不过伊强调，摕到青是一种公营，互人客食甲唔甘走，这是上重要的。Et puis nous, notre rôle, c'est que là, pour eux, le temps il s'arrête. 对阿乐来讲，困难的唔是提青，是做出伊家己的滋味，佮会当互每一个人拢食甲欢喜。 Je dis toujours qu'il est toujours facile de faire de la très bonne cuisine, ça s'apprend, mais de faire sa cuisine, celle qui a du sens ici et qui nous appartient, là c'est plus compliqué, ça demande plus de temps. 做家己风格料理，佮有使用在地食材的坚持，互这间阿尼避暑山顶面的餐厅，伫法国美食界也佮有萨瓦省会当徛起。国视新闻林义竹编译。 来看法国有一间完全拢伫户外上课的幼儿园，食到休困上课哦，佮有佚佗拢伫户外。有家长是认为囡仔会当来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哦，变甲较活泼。嘛因为效果袂歹哦，李昂嘛按算今年要来开一间全户外幼儿园。 一岁外的艾洛伊斯甲因老爸豆豆行入去幼稚园。这间幼稚园是非营利组织创办的。2025年11月才成立，目前有20个1岁半到3岁囡仔伫遮读册，甲其他幼稚园上大的无共，是遮的囡仔为食饭、困觉、佚佗、学习活动，拢伫咧户外进行。Ils dorment dehors, on libère l'espace là d'activité, on met les tapis finalement, on met les matelas de chaque enfant et on tire les rideaux. Afin de protéger éventuellement de la pluie, du soleil, du vent. Et ça nous fait comme une petite cabane et tous les enfants dorment là sous le haut vent. On aimait bien le concept, un peu comme dans les pays nordiques. Et vu que c'était unique, on s'est dit pourquoi pas essayer. Au début, je m'étais dit essayer sur 1 mois, voir ce que ça donne. Et franchement, elle s'y plaît. Donc, 户外活动对囡仔身心发展拢有足侪好处，唔会当发展体能。 伫咧群体活动当中，佫会当学习社交能力。有一寡是大人发现，原底敢若会晓伫厝耍3、4个囡仔，去幼稚园了后，就变甲较活泼。全户外教学，嘛互老师足了体力的，不过嘛有真侪好处。On s'est rendu compte que justement les enfants qui ont évolué dans un milieu urbain ont moins de contact avec la nature, donc c'est pour montrer qu'il y a des possibilités, même quand on est en ville, de reconnecter les enfants avec l'extérieur et de reconnecter les enfants avec la nature. 这间幼稚园有1/3的名额是留予包括自闭症、
长时间发展支援的新障囡仔，或者囡仔会当伫融合环境学习人际互动。北欧模式的幼稚园目前伫咧法国拄开始尔，连困到都伫室外做法，伫咧法国嘛变作是头一个，因为反应真好，里昂市府决定纳入教育体系，按算伫咧春天开设法国头一间公立全户外幼稚园，希望互囡仔自细汉就会当伫自然的环境当中大汉。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